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个节目。哇，今日老大家来讲嘛，介咧，今日开始了，当然老大家来讲高血压。那相信吼，当到嘅乡亲朋友看电视的乡亲朋友都知吼，大家咧都一定嘅演技，就係講，其實喺到後生時是發現講，可能有高血壓嘅問題。不過大家係咪真係去了解高血壓，容易咧面對，容易咧治療咧？今日繞牆度先生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好好咧分享一下。先嚟繞牆你今日先生吼，其實來自台北市聯合醫院嘅新創血管內科嘅鄭志偉先生，歡迎。好，各位觀眾、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聯合醫院心臟內科嘅鄭志偉醫生，大家好。歡迎先生吼，先生係嘉東人錯冇？係錯。真嘅我知道醫療單元做到暗度吼，感覺是剛過係 T100，有像到南部嘅先生，唔係南部嘅先生，係南部嘅客家人，係嗰啲嘉東嘅客家人。錯。對，所以吼，係講有機會直接來討論。像係乜嘅高血壓嘅問題啊、心臟嘅問題啊，吼，我基本上同大家來討論就係高血壓嘅問題。公司採訪講到高血壓，吼，這個名詞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好像很熟。知道講高血壓，係啊，係有食藥嘅呀，哦，現在係愛食藥嘅，希望就會講，哦，我的血壓有點高哦。不過其實可能有聽到嘅朋友唔係真正了解到底什麼是高血壓，血壓到底跟我們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啊？高血壓又會怎樣呢？有冇用比如簡單就同大家講一下血壓一種東西啦。其實人差不多因為其實我們大概那個就是國民健康署就是有公布，就是大概到我們65歲以上的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大概都有高血壓了。所以說，其實就是嚴重到什麼樣程度，當然是看大家平常的生活習慣對啦。但是也真是咧，一路一度燃油的平。不過今日簡單同大家講一下嘛，是高血壓吼，容易情那高血壓唔係講量到100血壓高，就係高血壓，唔係講真嘅都。應該是按那量嗰度擺，3、4擺，迄每擺量啊，通常有偏人我來講，我量到100個高啊，如果高血壓嘛，我大部分都回答他一某某一天，馬上看你嘅時節，唔是喺做乜嘅事情，大部分一開始我攏會提供，如果量喺每日差唔多量100到200，連續量3、4日，真是攏高吼，也可能都真是高血壓。等下我再同大家講，容易是符合我們現在高血壓的定義啦。尤其是有啲時節，量血壓嘅時節，容易量、耐久量，也攏係個重要嘅問題啊。唔係因為個緊張嘅時節，也是睇運動血，無人都。那個強的時節，突然潮濕潮熱，你都去量血啊，很激動，心情該唔好嘅時節就會有按佢嘅感覺，量一定高呀，血壓飆升那種感覺，對不對？那個不是高血壓，那個不是，那就是你突然太生氣，對不對？不過公司在發，我們想要跟觀眾朋友來分享高血壓是什麼？你都在很牛它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比如說，我們先講一下血壓的成因，好，對血壓基本上就分收縮壓同舒張壓。收縮壓如果高嘅咧血壓，舒張壓如果大嘅咧血壓。錯一般來講，收縮壓嘅成因如果你心臟收縮嘅時節，吞血打出去打到動脈嘛，錯嘛，對。我們的心臟就跟幫浦一樣，然後心臟一收縮，把血打出去，血管路上水管一樣啊。血打出去，
练的血管啊，它是有弹性，然后会稍微扩张一些哦。那个时候我们量到这个收缩期量到的时候，最高的那个血压就是收缩压。是啊，但是随着我们心脏舒张，我们安尼血管嘛会慢慢弹骨啊、救骨啊，也是这样的量。这个时候是舒张期的血压的量度，舒张期的血压最低的时候就叫舒张压。所以那如果高血压给使节，就会你给心脏收缩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经常讲的嘛，它舒张的时候，那个血管稍微缩回来的时候，那个如果是很高的数字，就是高血压给有可能，就是如果你持续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高血压的。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有就是高血压一定的定义。那一般来讲，正常的血压，高的血压就是收缩压要在120以下，然后舒张压要在80以下。80，所以收缩压如果是超过120，收缩压超过120到139之间，叫做高血压前期。哇，舒张压在80到89之间。这个叫高血压前期。真是高血压，如果收缩压超过140，那就是高血压第一期。高血压第一期是140到159，然后舒张压是90到99。还在有一个演呢，可以喷大家看一下。如果要在高血压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如睇下在84到86，高血压84到86，如果高血压第一期就是轻度高血压情形，大血压90到100，嘛係超高的，你嘛係高血压第一期。越來越高啊，如果第二期、第三期的高血壓，真係真嚴重。不過講到鴉片，其實大家會講到高血壓，大家可能有一些了解，到底乜嘅係高血壓，因為時常會講清清楚嘛，就像心臟嘅幫浦共用嘛，就會你血打出去的那種狀況嘛。不過講到鴉片有，大家會討論脈壓，很少人會問，跟人嘅脈壓有冇？那個又不一樣。也冇嘛共用，脈壓簡單講，如果脈壓就是高的血壓，就是收縮壓去減掉舒張壓那個數字。如果高血壓去減大血壓，有個差距。一般來講，就是它它如果說這兩個差距拉開的時候，通常代表有一些身體可能有一些疾病，造成這個脈壓就是拉大。因為講實在話，大家可能會去了解乜嘅係高血壓，唔過青少年容易談到脈壓係乜東西，我現場大家有稍微講一下嘛。那其實脈壓如果增大，就跟現場講，它如果拉大的話，會有一些疾病的產生，對不對？這邊有幫大家整理一下。脈壓拉大的時候，代表是有一些疾病偏啊，有可能造成脈壓拉大。所以說，看到血壓，因為高血壓兼大血壓有高度的時節，喺上度有可能也條偏，可以偏移情況是呢，可以係咩的東西。體重上度的門度是主動脈瓣閉鎖不全。所謂的主動脈瓣就是介於左心室到主動脈之間的那個瓣膜。那個瓣膜基本上瓣膜在我們就是身體心臟的功能就代表是，心臟像幫浦一樣吞血，收縮的時候吞血，你打出去，瓣膜是這樣子，是打出去。都吹氣的嘛，但是很舒張的時候，伊要流骨來嘛，有可能嘛。瓣膜的功能就是，它舒張的時候，心臟舒張的時候，它就關起來了，讓血沒有辦法流得回來。那主動脈瓣膜閉鎖不全，因為管膜痕啊。不過心臟一舒張的時候，血馬上可以流一股來，因為管膜嘛很都流骨來，關不緊，對不對？就可能有按用嘅問題哈。不過你就會同大家來講，黑講你有每天量血壓的那個習慣是很好的。不過黑講你有高血壓嘅問題，有一天如果你量，然後你發現心臟高嘅脈壓，就是你如果那個就是脈壓增大的話，可能你有一空心臟，也有一空心臟的討論，黑沒有這邊提到的相對的一些疾病的產生，黑有按用嘅扣呢，對不對？不過高血壓大家就會提。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到高血壓嘅問題呢？其實都多輕度嘅原因。輕度嘅原因。輕度嘅原因會問講很胖會嗎？
某一天，太不稳，青皮歪嘛，高皮型的人吼是高有业的可能性啦，但是嘛，唔免迷咧高皮型的人都一听遐讲，嘛看到嗰度片嘅，很壮，哦，90公斤、100公斤，遐蛮好呢，啊，对啊，有的什么其实讲真的年轻的啦，或甚至有些人本来就是他天生血压就比较低，哦，对，就矮就黑，矮个血压就较低，所以这就是形常讲的嘛。其实样样都血压的因素有轻度嘛，形常讲的，比如你吃东西啊，你生活的习惯啊，哈，到底系乜解啊？年轻的会影响到你高血压的问题，是种形常讲的，相信有的系高血压，有时候是低血压的问题，也是要注意哈。那其实，在生活里面，生活地图有动都改年轻啊，你食物嘅东西啦，哈，你的生活习惯到底有乜解好好啊？唔好系讲你要保人啊，系讲冇保人啊，地图嘅差别系乜解咧？你等下像乡亲朋友先拎下查聊下，你要做呢节目就好好嚟讲，到底影响高血压嘅原因系乜解？當我哋做啲繞場度真先生嚟到節目地度啦，大家都討論嗬，其實大家都會有輕度嘅人，就像你講嘅65歲以上，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壓嘅問題，而且有輕度嘅人其實佢當然都是有嘅，佢講冇是有，經常會講有一些危險嘅樣嗬。唔過講到鴉片到底高血壓嘅原因係乜嘢？好，鴉片有更多嘅，就是譬如說，經常有特別強調，很多人是原發性的高血壓。一般來講，安尼人們研究哦，差唔多。血壓的原因大部分就是原發性或續發性的啦。所謂原發性，講了文縐縐，其實就是它的原因大部分可能是來自於基因跟你的環境、生活環境，或者是你生活形態造成的。那這些東西每個人都不太一樣嘛，所以說就把它歸因成就是原發性。但是所謂的續發性高血壓，它就是真的有特殊的疾病去造成的血壓，高血壓。那這些疾病大概包括可能也會出問題，腎臟出問題，不管是腎實質性疾病或者腎血管性疾病，血管收縮啊造成的還有一些都在腎上腺內分泌腫瘤啊，或者是內分泌出問題造成的血壓升高，大部分都是腎上腺分泌的腎上腺素有問題造成的啦。不然有的是代謝管主動脈有窄縮，也有可能造成高血壓。有的人是因為食到有的藥物，血壓不夠高。有的人是因為有一些甲狀腺功能亢進，有的問題，蠻有可能高血壓。有的人是睡夢，就是或甚至是那種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的高血壓。所以也蠻續發性高血壓的原因越找越多。所以說以前不老公原發性高血壓佔95%，但是因為科學的進步，我們慢慢的能把那些本來我們歸成就是原發性高血壓，再發現出一些疾病，原來它是這些疾病造成的，那我們去解決這些疾病，也許血壓就下來了。不過今日嘅唐先生按講吼，我比較意外的事情是，原發性的高血壓有80%。以前蠻高，以前9%，錯冇？你前唔出來啊？時常講會講9%，意思就會講，你高血壓嘅問題，其實大多都是原發性的，就會遺傳啦、基因啦，還有就環境。不過講到現在有慢慢找到，就是不是原發性的因素嘛，對。不過講到那邊還有我們一般講的比較簡單，就會我們在生活裡面會影響。這邊有講到影響血壓的因素，比如像季節變化也會。不會還影響蠻大的。冬天血壓會比較高。大部分平年，其實平年質感蠻低哦。有的時節來看下時節，伊在安尼啊，熱天的時節啦，而家本來是2粒藥，吃1粒都差不多啊，你可以1本來都好啊。2種藥是一種，到冬天的時候它都比較高，他就說，醫生，其實冬天到了，可以先快崩了。所以說，其實季節就是對就是血壓影響，其實是有的。冬天因為我們的微細血管。四肢末梢血管收縮，血壓都會比較高一些，要驚悚嘅。對，還有好像是氧的呀，也有影響。是夠鹹因為我們大部分鹹，我們鹽就是氯化鈉嘛，鈉離子就是那個鹽分就是的成分啊。新一底波，
那基本上它会带水，所以说基本上你食盐吃的多，你都会进饮水嘛，所以说就是会造成就是体内水分过多，血压就会上升这种情形。对。所以其实讲的讲是真紧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周都按斗跟医疗单元，不如你讲那个三高啊，然后啊，那个其他个偏真紧就会盐。或者是像我们一般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我们身体很多的疾病跟状态。因为讲到讲到每次讲到最后都会按用给感觉，你知吗？对，你讲到鸦片它有可能轻都影响高血压的因素。不过这边还是有讲到，比如一些特殊高血压。这个是跟刚才讲的原发性或是续发性看某用的。比如讲鸦片有讲到就会假性的，也还蛮个肥胖性的高血压。先讲假性高血压吼，讲这些就是大部分是一些年纪高大的人有可能有因为四肢血管就硬化、钙化我们量血压的时间，一般来讲都会就是手腕式或者手肘式的其实那个原理都是我们不打气嘛然后它就是充饱气之后会把血管压迫让它就是压住之后没有血流慢慢放松之后血流过去，你才能量到收缩压跟舒张压。但是假性高血压就是它血管太硬了，你的那个就是加压的那个加压带并没有办法把血管压扁对吧？所以说你一直怎么量，血压都一直很高。那怎么办？那要怎么量？所以都量不准。你可以换一只手或换脚量。我以为要换一台机器根本没换一只手。换一只手无你帮你叫有时候有的时间偏硬嘛，我问讲做嘛？来110吞110，量个无用用，无用查个到，无你110吞叫，查个到。可是医生如果说这只手跟这只手量个无用，可是唔系都会我们身体的血管咩？系啊，会无用用？有可能无用用，不是你讲鸦片跟血管都硬化的，它有可能某些对啊，就是。我懂了，迄个比如说刚刚好你量的时候，你量个时间亚激素跟血管康硬，你就有可能。所谓的假性高血压，容易量拢高，但是量另外一数就冇问题，就冇用用。原来会按用不过鸦片真正有讲到有轻度啦，不过像睡眠呼吸障碍型黑某就会妊娠性高血压，也是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如果睡眠呼吸障碍型的高血压要么其实真多，因为饮食西化嘛，其实讲这些。30、40岁人，要么真的前几年看一个报道新闻有统计台北市有30岁以上的男人有差不多49%的人 BMI 超过24。其实我觉得跟目前我观察到现在也是，就是大家都越吃越好，然后越来越壮，而且食物越来越精致。对其实晚上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越来越胖，其实就是脖子也越来越粗，对，然后舌头也越来越厚，舌头厚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舌头，你就呼吸会中止，你枕边的，通常你自己不会知道你在打呼啦，或睡眠中呼吸中止，但是你老婆都会跟你讲，把你摇醒，太吵了。对，有时候甚至会中止其实讲真的，你晚上睡得不好，这些都一直都睡眠中断，甚至有些严重的他甚至会睡一睡，会突然觉得吸不到气，然后就醒了。他晚上会醒好几次，所以说他其实睡眠一直被中断，所以说造成你白天的时候上班其实都很累，而且这样子时间一久，你的血压因为一直都睡不好，所以血压都会上升。对。骨瘦压真紧太该注意骨瘦有的时间胸压中你一直给他血压药，怎么用？一直用。没有用，那他要调整的黑马该对吧？不过黑讲休息常常讲，其使用的无效，该记用无嘛按油耗无嘛按油耗，无会按油耗，迄该记用来调整其实讲这些就是要多运动，减轻体重。你慢慢再把体重减下来的时候，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就会变得比较轻，你晚上就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你如果要立即得到改善，在你体重还没有下降的时候，那就是你正躺中比较容易就是造成症状比较严重。无你侧躺，无你趴凳也很衰，但是有的人某习惯嘛，他还是习惯正躺。对吧？真紧，我们国外就是要调整黑猛就没有办法，这其实也是生活习惯的一种调整，算是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跟
养有狗血啊给碾赢黑毛该，然后它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对不对？比如就先性常狗也名就运动嘛，调整你的整个身体的，如果你那时候是比较肥胖的，调整你的状态嘛。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讲到这边是妊娠性的狗血啊。但是其實講這是比較特殊的狀況啊，有啲人睇遊行嘅時節，什麼人睇遊行嘅時，係阿冇國國，啊但是講係有好嘅，啊但是有的時節要有妊娠性高血壓，會造成就是生產的時候的急症，對吧？那些是比較特殊的產科急症了，對，所以說在就是你女性朋友在就是懷孕的時候，如果真的血壓有高的話，高一點那個真的要去看醫生，因為會對產程可能會產生問題，甚至對啊，會不會就是發生就是那些不好的狀況是有可能，蛋白尿那些也是，而且大部分妊娠性高血壓，你在雖然說你生完會好，但是代表你的體質很容易，你年紀大了之後血壓真的會就是，所以即便是高血壓的危險，生完小孩以後，對，這其實也跟會恢復，不過這也要注意到你自己本身的體質，對，所以其實也是有可能在後來也會有其他不一樣的影響，好，所以這是要大家要注意的哈。唔過共同鴉片其實狗血啊，還是有它的高危險群，對不對？哈，我們這邊有幫大家整理，其實大家看一下，會發現就會經常前面都有講到的，很多像遺傳嘛，對，原發性的，它肥胖雖然不一定是絕對，不過現場剛才有提到也有可能，還有剛剛說不要吃太鹹，年紀大，不過這邊有講到吸煙、爆煙，爆煙就會營養出嘅問題，不管是它裡面的含的尼古丁那些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物質，也都有可能會產生心血管性的疾病，肺部方面的疾病，甚至血管收縮，都有可能讓你的血壓上升。不過青董也就說不聽哈。講話話乜聽啊？有段時間提講，係啊，講啊，醫生個煩啊。哎呀，醫生你極煩嘅，講完動啊，始終係保健啊，冇乜嘅影響啊，吼。因為在前節阿公這些姨媽進結婚啊，去發言啊，爸爸到最後真的也心肌梗塞了嘛，有一周處理啊，不用加呀，都好啊，都呢時節吧，有一款醫生看到話，有朋友啊，平時冇提講一下，也是你的失言嘛，唔是你的發言，我講，要講啊，講不聽就會用嘅氣，唔過講到呢一篇，大家是會想講，該前期高血壓係嚴重嘅問題，一定原因低，其他有高血壓嘅問題吼，所以想向片聊下，你等下集中去講。因為繞牆度曾醫師咧度節目地讀到大家咧大嘴鼓吼，大嘴鼓哦，因為大嘴鼓請翻譯哦，因為講嘅時節現場講你要輕鬆也好，你要輕鬆要聽錯一講，要聽錯一提醒大家吼，講嘅時現場就會講，迄個吼博言一件事情吼，叫你不要抽，還是盡量不要抽。當然，不能說因為醫生因為現場講沒有嚴格的禁止你就抽哈，還是同大家講，迄個做啲輕量無的就輕量無的保險哈。不過鴉片有講到就是你可以測量一下高血壓這個患病幾率的測試，我們這邊有跟大家來提出幾個可以讓大家打勾的哈。故說給友情朋友會講你哈有空天師哈，你就得勾看你有幾項，然後呢，我們這邊我已經勾好了。廣告共勾時間也是應該就打勾了，所以這邊第一個很晚才睡嗎？很少吃粗糧嗎？我勾完的結果嘞，醫生我就有2樣。那這樣很好啊，代表那個危險因子不多。2樣就是要很少吃粗糧，而且很少吃蔬菜跟豆子。其實這是因為外食的關係。對哈，故說友情朋友昨天考一下，你自己有幾樣？而且吃油炸食品也不行，對不對？盡量減少了，盡量減少。對，雖然很好吃，但是其實你吃搞為什麼？要麼進了減少了，以前很多好吃的。因為公司才發給這個鋪給東西清好是有清香，不過要減少，對不對？還有第2章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是給抽還沒清寒，這個很重要，對不對？因為前面醫生就有講說，不要吃太鹹，盡量少油少鹽啊。對，然後不要太暴飲暴食，動不動大吃大喝。對，當然還有可能你家裡有沒有人有
高血压的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根本一开始提出来跟大家讲，就是你自己先勾一下你自己在肾发低度，还没有按用嘅情形。不过讲到鸦片呢，大家就会问了哦，高血压嘅针头很用，因为你看我们从节目开始都要同大家分享按斗高血压嘅问题到严重性。那到底我们平常自己不知道有没有高血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症状？你要去怀疑或是发觉你可能有高血压嘅问题。其实有咧问题更好因为有的人血压高也没有症状呢，这个很厉害，是吧？大部分有的时候都是，对，大家还是得养成就是平常大概1个礼拜，甚至最少1个月量一次血压的习惯，这样你才知道你平常的血压大概在哪里。有些人其实是意外，什么时候很嗨，或者是稍微有点不舒服去量一下，突然190，就会突然吓到，对吧？但是那190是真的你平常的血压嘛某一天。那有的时候所谓的产生的症状，太不稳啦。如果有的人會頭痛頭拿筋胸前感覺到翕翕有感覺啦，有的人會感覺到有僵筋硬有條枕頭攏有可能會去聯想到，係咪係個高的真嘅，迄個唔僵筋硬，大家會知道係咪因為你坐太久了，四肢僵硬的感覺。有些人可能會按用胸，對不對？可是有的人也不按你胸我知道按用講起來真的有一點恐怖你有講對嗎？可能你高血壓嘅問題，不過你從來不知道。對，他也沒有去測量。對，因為時常講，所以就不知道。對，你就知道就頭腦痛，因為60人歲或者頭腦昏，頭腦痛可能冇乜問題，不過可能你有一些可能因為高血壓的症頭。當然嘛，有可能你的頭腦痛、頭腦昏是別的問題啦。有些人量一下血壓，血壓正常但是有頭腦痛、頭腦昏，可能有別的問題。但是真是有高風嘅，血壓有高風，有可能也咧頭腦痛、頭腦昏，都真是血壓問題造成嘅。真嘅。故說我知道講，鄉親朋友，你知道你可能有按用嘅問題，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會你會量血壓，還有鄉你知道，一量有一些高，但平常意思講唔係100就會代表你有高血壓，可是我知道同時上討論一款時上。係輕鬆有嘅，講鴉片一般來講，係講有高血壓，我們會做按用嘅檢查，錯冇？除血啦，看是你的腎功能肝功能電解質有沒有不平衡，鈉離子有沒有高等問題基本呢，除血檢查是一定會做。尿看是你，我看嘛，可能底部有尿蛋白沒有？有時候血壓高一段時間的人，已經對腎臟產生影響了或傷害，他就可能會出現尿蛋白微尿蛋白這些東西，心電圖看它有沒有已經，大部分會做這些檢查，就是看你的血壓是不是已經造成你的身體的器官已經有一些影響。心電圖看型的心率有沒有一些心臟缺血的跡象，心律不整的情形。胸部 X 光片看你的心臟有沒有已經因為血壓而變成心臟擴大，有的情形。眼底看不住底部那個眼底的血管有沒有因為這樣子。就已經就是有出血或者什麼其他的情形，就是沒住滑，看不清楚也是有可能原來心臟超音波看是你心臟的收縮力那些瓣膜的問題，有沒有因為血壓問題造成瓣膜功能的問題或者是你心臟收縮力已經受到影響了，這樣子。不過講到鴉片現場就會講，迄講你真嘅有高血壓嘅問題，一般來講就會食藥嘅。可是。一般人看他都吃药的，就會知道故說我也係講吃藥的，我就會一直吃藥的，吃一輩子嘛，吃藥的問題有啲問題，咪咧騙人都冇問但是大部分人都會同騙人講伊都會想問你這些吃藥的嘛？所以說我們還是得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如果你一直量，你最近的血壓其實都是高的，超過140，高的超過140，低的超過90，或者是2個其中1個有超過就是符合高血壓定義的話，其實如果又合併有症狀，我還是會建議你還是先用藥物。那大部分病人說，如果摸癌，也是一個摸癌的問題。按下是的，如也13年如果按你吸落去嘛，某一天，我攏要同病人講，我先藥嘅我吸落去嘛，看呢唔係醫生同講，我信唔信？我看我鏡頭吞，接下來的發展，講真些，你服了一段的藥物之後。基本上我自己身為醫生，我都會試着幫病人減藥或停藥。講真些，停藥嘅同減藥嘅，我血壓嘛要維持一個好。你都代表我身體同講，我血壓其實已經慢慢變好。
有在控制住。哦，那如果说停药也减药嘅，我血压又在走上去，那就代表我的身体在囤高。我还是需要这个药物的。真嘅有一些研究会讲，佢当日都有食嘅高血压嘅药嘅吼，不过迄个有一天没吃，给你迄个某食嘅吧，他马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佢就以为他会有一些症状。对，他一天不吃，他就马上会觉得。他其实各块讲哎，有的时候会不会他自己心理上的就是因素，也有可能是真的是血压高起来造成的。所以说，他如果产生这个症状的时候，他去量个血压。如果也许说他觉得他没有吃药，他就头晕头痛，那量个血压，血压如果正常，也许不是，也许是你自己心理的问题。那也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吃药，血压就高起来你量血压就有症状，那代表你还是得好好吃药，对吧？不说也就会食药嘅吼，不过讲真嘅，迄个现场很容易食药嘅，你就真紧会食。对不对？我会跟病人好好讨论啊。如果他真的很不愿意吃药物但是又没有高到很高，也许超过一点点，140、150，好啦，你如果暂时不想吃，你想要就是饮食控制、运动，大部分会去就是对饮食注意事项，包括你要减重，不要抽烟然后就是不要喝酒多蔬果这些他想要自己调整一段时间，也许1个月后回诊的时候，就是每天量测血压表，如果真的有降下来，也许真的我们就照，也许现在的调整进行，从某不过这个时候我都会跟他讲，我开个药，预备的给你。如果说你一直都降不下来，你很努力了，如果血压还是突然某一天跳到150、160以上，那症状，那你还是吃一下好了。对，我觉得曾医师很人性化呢，哇，好，还会应该说，我觉得台北市的市民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就是认知程度跟掌控程度，所以其实大部分知识水准也挺高的，所以说我觉得用讨论的方式会比较好。对，真的，用个杠钩就冇用用，我们就会给病人一点点时间去调试，你个杠钩，我来同你讨论你的问题、你的症头、你的还状态，按用你个杠钩。好，黑狗你回去调整可以，那我们就来调整方式。好，所以这边刚刚有帮大家整理，就显常对我共斗比如说你蒙博盐呐，你要讲来讲去就是你不要吃太咸呐，你又晕通啊，对不对？少喝酿茶按钮也帮大家提示一下。当然还有你跟平常的生活注意事项，这边也帮大家整理，就像显常讲心情还是要很愉悦太紧张，然后工作环境，如果工作环境压力很大，其实这个对你的血压还是有很大会有影响。如果你睡得不好也是对，睡不好。还有这边有特别要讲到的，就是其实要有充足的睡眠，还轻松 OK， 对不对？你睡得很饱，医生讲，如果真的都调整得不错，按钮就轻后。黑共针饮还是有一些，因为你的血压是偏高的，那你其实也可以依照规定来服用药物，然后慢慢来观察，慢慢的看，也就会形成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高血压其实可以调整。对。包括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药物的控制，两者合并，然后慢慢控制下来，然后再试着去减少药物。基本上这样我自己好了。我前阵子因为可能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我每次量，有一段时间甚至也会头痛，我自己也有吃药，但是基本上我自己也会帮自己停。如果停，然后多运动，所谓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1周至少5次这样子，好多次3次以上如果做不到5次，至少3次，对吧？这样子，其实都会，我觉得就是恢复回正常的就是运动习惯跟我现在其实慢慢药就减掉了，我今年已经没有在吃药了。我相信基本家乡亲朋友听说秀波动态对高血压了解有动动对下面请感谢欣赏的罗亚片同大家的分享。谢谢医师，感谢。好，乡亲朋友嘅线上过嚟做认同，佢哋喺呢度做认同了。